當全世界都認為特朗普係唔會派遣地面部隊，淨係會同以色列兩個國家狂轟猛炸，就精準打擊伊朗嘅軍政界高層嘅時候，咁就喺美國時間6號呢一邊呢就引述翻華盛頓郵報有一篇報道就講到美軍最近喺呢幾日呢突然間就取消咗82空降師一場重大嘅訓練演習，就要求相關嘅士兵就留喺北卡羅來納州嘅一個基地裏邊待命。呢一個變動就令到五角大廈裏邊嘅人就提高警覺，就認為有可能呢一次呢係為中東特別係伊朗衝突準備地面部隊嘅前哨信號咁呢一篇報道就強調，尚未下達正式嘅部署命令，但係軍方呢已經係進入以防萬一嘅準備狀態。咁佢亦都引述一位熟悉內情嘅官員，就直言指出，係為咗某一件事呢，就準備係保持住以防萬一嘅態勢。而國防部長喺日前亦都公開表示過，唔排除派遣地面部隊進入伊朗嘅可能性。特朗普政府亦都強調追求快速決定性嘅勝利，並且限制美軍嘅傷亡。講翻呢一次82空降師原本打算呢一個好大規模嘅演習，原來呢一個師裏邊呢有一個旅級就有成5000人嘅即時反應部隊，突然呢就被美國嘅國防部就下令取消演習，兼且呢就要留翻喺個基地裏邊待命。而82空降師亦都係全個美軍歷史最悠久、戰績最輝煌嘅空降部隊之一，亦都係美軍唯一維持住18小時全球快速部署嘅上比空降師。而呢一個師裏邊嗰個肩章呢，就有2個 A 喺度嘅，就象徵住來自全美各個州嘅士兵。咁現在華盛頓郵報有個說法啦，就認為82空降師好可能呢就係被派去佔領波斯灣上邊喺科威特對開，而距離伊朗只係20公里嘅有一個島，就係叫做卡 Island。而呢一個島呢，伊朗90% 嘅石油都係由呢一度出口嘅。而去到今時今日就唔係二戰嘅時候啊嘛，空降師除咗坐美國嗰啲大飛機C-17運輸機跳傘，即係除此之外呢，咁亦都係可以坐直升機快遞啊嘛，仲有另外一架更加大型嘅 CH-47奇魯克型直升機。睇翻維基資料就見到嗰個機艙可以坐到33到55個人，咁視乎當時帶幾多裝備咁解啦。講翻呢個島先，總言之，美軍佔領咗呢個島呢，就能夠控制晒伊朗所有嘅石油出口，然後當然係斷絕咗伊朗嘅資金來源。就算想運啲打咗折嘅油俾中國嗰邊呢，咁都係完全要停擺啦。喺呢2日就有好多唔同嘅關於伊朗海軍相關嘅新聞啦，就係俾美國無論係魚雷又或者其他武器啦，都已經係打到七零八落，就已經係冇咗20幾架戰艦，就基本上呢，就成個海軍就廢咗武功噶啦。有啲片段我就唔敢擺出嚟即係雖然好多通訊社相關嘅都有報道，就係講嗰隻伊朗嘅無人機航母全部都俾美國以色列嗰一邊呢就影到清清楚楚係點樣去打沉嘅。喺呢一個情況之下，海軍呢就已經係全軍覆沒啦，空軍又亦都已經俾美國同以色列掃蕩晒啦。咁你話即係如果82空降師真係空降落去呢一個哈爾克島基本上淨係隔住呢20公里嘅水域就已經係一個天然嘅屏障。伊朗嗰邊呢，基本上就係冇符登陸過嚟就打走美軍噶嘛。如果真係勉勉強強用一啲炮艇出海，你又載得幾多個人啦？再加上喺海面上邊係嘛，都係變咗俾美國同以色列即係當靶咁樣打嘅啫。
當然，伊朗都相信佢仲有相關嘅導彈嘅，但係喺早兩日亦都有報道講翻美國同以色列係嘛，精準就打擊佢嘅導彈地下城啊嘛，即係只要有導彈車行出嚟呢，就馬上被美國嗰邊呢就殲滅噶啦。現在我哋就係見到伊朗方面都係有限度去放出佢嘅無人機呢，就東南西北係嘛，邊個都攔住，邊個都攔着佢，邊個都打。但係呢一啲自殺式嘅無人機攻擊，極其量都係一種騷擾性質嘅啫。如果講美國同以色列嘅空襲，只會摧毀咗伊朗相關嘅武器設施啦，同埋殲滅咗佢嘅軍政界高層啦。大家都係抱持住一種睇法，就係只要你唔派地面部隊，就唔能夠動搖到伊朗政權啊嘛。相反，亦都係嘅。你伊朗嗰邊派啲無人機係嘛，自殺式無人機，呢度炸一忽，嗰度炸一忽，其實咪又係冇用。只不過話俾人聽，佢仲有能力去做呢一啲騷擾性嘅軍事動作啫嘛。咁如果冇用對冇用係嘛，兩邊都冇用。咁總有一邊係有用啲㗎，咁就梗係將你嘅海軍同空軍完全殲滅咗，可以喺伊朗國境之內係嘛，遨遊飛翔，喺個水域上高冇任何負擔嘅情況之下，可以喺度巡邏，咁樣就真係為空降師打下一個絕佳嘅空降時間地點㗎喎。以前101空降師有句至理名言啊嘛，就係話我哋天生就係被包圍噶嘛，咁啊相信82空降師都係抱持住相似嘅觀念噶啦。如果呢一支4000到5000人嘅旅級戰鬥隊伍啊，真係空降咗落去呢一個哈爾克島啊，淨係擺喺度啊，相信伊朗方面都會感受到嗰一股壓力噶啦。原先我都係推斷，即係斷估啊，美國都係唔會派地面部隊嘅，通常都係煽風點火多嘅，即係淨係空襲，淨係用精準打擊嗰啲比較撈粗嘢呢，應該就係提供武器交俾庫爾德族嗰邊嗰啲民兵，即係由佢哋嚟做啲擔擔抬抬粗重功夫。但係睇完華盛頓郵報呢一篇嘅新聞呢，都不其然，即係可能要修正自己個睇法喎。事關82空降師呢，就參加過例如巴拿馬啦、海灣戰爭啦、阿富汗撤僑呢一啲行動嘅，而取消咗一個咁大型嘅訓練，等同係釋放咗部隊係有可能被抽調嘅信號。姑勿論呢一個信號係真啊，定還是係故弄玄虛都好啦。睇翻特朗普最近呢2個禮拜嗰啲言論呢，好似呢一排佢就係興玩講 A 就做 B， 推右就走咗，個個都話佢唔會擴大戰線嘅時候，有可能佢又真係估佢唔到地面介入嘅。我哋又可以再縮細翻張地圖少少啦。早幾日之前，法國總統馬克龍呢，佢咪話美國同埋以色列呢一次戰爭呢，即係佢大概意思就係話唔贊成嘅，咩違反咗國際嘅法例，點咁樣。但係呢，因為伊朗亂咁射導彈就射到去塞浦路斯嗰一邊所以呢，我法國就要派遣航空母艦戰鬥群就去塞浦路斯黎巴嫩對開美其名就係叫做維持秩序。實際上係乜嘢？實際上咪就係鬧咗美國以色列先，咁樣呢就對國內好交代啊嘛。實際上就係幫美國同以色列喺黎巴嫩對開擺一個航空母艦戰鬥群喺度睇住個後花園。雖然法國只係有1架航空母艦，但係相對應嘅護衛艦同埋潛艇係嘛，加埋連埋航空母艦10手8手嗰度都，你諗下每日燒幾多錢嗰度？如果法國係賺唔翻嘅，第時你估佢會唔會派一個航空母艦戰鬥群擺喺塞浦路斯黎巴嫩嗰一帶嘅水域？即係斷估都唔會制啦。我就估馬克龍係睇到將來呢就有餅仔分嘅，所以喺呢一個時候啱又唔係派自己嘅部隊去前線，
去地中海最東邊嗰度擺喺度壓住個場，睇住個後花園啫嘛。咁你話敘利亞嗰一邊啊，嗰啲咩真主黨夠唔夠膽喐手咯？嚟到今日，特朗普就已經係打晒開口牌噶啦。現在就係要伊朗無條件投降，同埋呢要交出一個人選啊，係俾美國可以接受到嘅領導人，咁先至收貨嘅。如果美國唔能夠得到佢想要嘅嘢而撤兵的話呢，咁呢一場仗就等於係美國呢就輸晒噶啦。咁啊，不但止係啊特朗普唔使選啦，相關嘅共和黨黨團人物啊，有頭有面嗰啲呢，就全部都唔使選噶啦。而阿侵亦都出咗個鋪文啊嘛，就話嚟緊美國係會幫助伊朗呢，就恢復翻元氣，就令到佢嘅經濟蒸蒸日上。咁啊，即係之前我做嗰集節目所講咯。現在美國啊各大 CEO 都瞄準啊伊朗將來和平重建之後呢9000萬人口嘅市場啊。相信率先進駐嘅就係麥當勞啊、肯德基啊、百事可樂呢一啲噶啦，第一波之後陸續有嚟啊！呢一節就同大家傾到嚟呢一度，多謝大家收睇收聽，下一節再同大家見面，拜拜。